来，咱的后门吼，咱的后门吼，啊两边拜托者吼，拜托者，唔通停台湾停车吼，唔通人停车挡着吼，因为吼，咱的南水车要出去吼，稍稍无法度出去，伫遮甲各位报告者吼，拜托这个港，这个江，这个港，这个江吼，有来准备着西瓜，要请大家来享用吼，来欢迎各位吼，来享用，其实呢，摕咱单摕西瓜，但讲谢谢吼。真是咱上港町，也是咱金山町哦，最热血对抗啦吼，这大家拢真正晚上结了正当咧讲的啦。来，大会报告吼！唔知敢有人捡到手机手机吼？如果有捡到，麻烦你上来这个司令台边的广播站吼，有捡到手机捡到手机的，麻烦你捡来咱这个咱司令台边的广播站，谢谢。咱注意看咱黄卡囡仔的骹步手路定势，又搁叫咱拄仔拿骹囡仔无啥共又搁无啥共咱西港看晓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咱的西瓜，就是咱的西瓜，非常感谢咱德甲港咱德安乡今仔日赞助咱大会现场咱的西瓜伫咱面对司令台咱的左后方这飞头要规楼悬的啦真正厉害的，大家花友落啊！这对抗了标准的短兵相接啦这种肉搏战的，是啊。咱听到这个兵器安尼相共对抗的声音，咱就知影这不是打假的，也不是花拳绣腿在表演这种真正真打真正拼了命在打的啦。咱巾帼不让须眉，是不是现场咱这两个女汉给因一个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一下啦！咱感谢感谢咱德甲港德安乡，德甲港德安乡咱的技术委员、技术代表咱准备着西瓜请大家来享用。日子唔通看，唔通讲慢慢来，拢有地体拢有地体再次感谢，咱德甲港德安乡咱的技术委员来赞助着咱这个西瓜你看咱的牌咧举刀咧喷嘛，毋是喷介低呢，拢喷咧，若跳无开拢会喷着呢，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咱的西瓜索取踊跃赶紧的那未食着，赶紧来摕分了就无分了就无日子西瓜皮唔通白蛋西瓜皮唔通白蛋今仔载这是四港国小，明仔载小朋友们叫不准心中 OS 这为着咱的小朋友拜托者。
咱现场好朋友，你若捡到别人的手机啊，若捡到别人的手机啊，麻烦送来咱私人台遮，麻烦送来咱私人台遮。咱若捡到手机啊的，麻烦送来咱私人台。哦，恁真手机啊捡倒去嘛无录音，因为咱都有定位系统。到时阵你搁摕倒去，就是侵占罪吼，摕倒去就是侵占罪。咱若捡到吼，麻烦送来咱私人台边仔遮服务处，谢谢。啊，咱个人的随身物品，大家遮保管得好势。哦，咱个人的随身物品，遮保管得好势。咱若有人捡到锁匙的，哦，捡到锁匙的，麻烦送来咱私人台。哦，啊无等下迄个人无法度转去啊。讲到看到拢弯弯去啦。啊，再就是宣导啊，咱防疫新生活，咱的其实除了咱咧操练的上钢琴竞赛经以外，麻烦一下咱现场的好朋友，口罩记得戴起来吼，口罩记得戴起来。来，大家甲掌声欢迎，飞高高，飞高高啊！飞起来！哦！好厉害啊！这有中！我可以接我中奖了呀！现做是咧操练的是咱的竿刀，哦，咱的竿刀，哦，另外行云流水啦吼，非常水哦，哦，还会抛高高哦。哦，这就是赤手空拳的对拍哦。咱若注意听，你拢可以听到肉声，这真正拍到足大力的。哦，咱两位女好汉，巾帼不让须眉了哈。所以原来男朋友还较适意的哦。哦，再一次宣导啦吼，咱操场内底面，哦，咱的好朋友，尽可能咱退出来，咱的跑道外口面，哦，互咱后壁面的人也嘛当看会到。啊无呢，咱就是就地坐下，哦，就地坐下，咱坐伫操场，就地坐下，哦，咱会当欣赏咱武定的操练表演以外，嘛袂去人动着，哦，嘛袂去人动着，哦，咱嘛会当就地坐下，安尼嘛无要紧。哦，这厉害！
进入咱操场哦，咱的课仔内咧操练表演的是咱黄卡囡仔的队伍。啊，首先呢是咱男士9龙镇的上工队，啊，以及着咱活渡头中社何德宫，啊，咱大寮龙安宫，哦，咱的上工队吼，先咧做操练表演，啊，等下再换咱的金狮队咧操练表演安尼。哦，那听大大爷。好，来再次感谢感谢着咱后营天府宫赞助今仔日的时间还有着咱德港德安宫咱这个请到大家来响应已经完毕了这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讲感谢各位恁的支持甲鼓励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愿着德港德港嘛祝福大家平安我甲各位偷偷报告，你若阁要正定呢，咱西港看晓的时阵，后夜天府宫无限量供应的西瓜，我逐工拢食甲，我逐颗拢食甲足饱。后夜天府宫，大家要报告者伫对呢，伫咱要去迄个麻豆的路的路边啦，未到后营的头前遐，我感觉遐后营天府宫伫遐所以讲咱的主持人咧讲的，西瓜吃到饱咱今仔日替招个人客休课期间起来享用，而且大家提西瓜人讲谢谢感谢因大会报告，咱有叫做雅马哈奥多麦锁匙，雅马哈奥多麦锁匙一罐差不多3-4支啦，其中1支锁匙是青色的。咱有叫做锁匙的民众，麻烦摕来咱司令台服务大家，麻烦一下，麻烦一下。咱伫遮要再一次来感谢着咱今仔日咱黄卡囡仔，咱男士9龙镇，咱单义中单组议员所率领咱的队伍，以及着咱花寮圣安宫金狮镇，咱吴俊丹吴主委所率领，咱大顶南分享镇金狮镇，咱郭吉川郭主委所率领，以及着咱活渡头中社何德宫，咱的小工镇魏耀明郭主委所率领，咱的大寮龙安宫小工镇，咱的郭明龙郭主委所率领，以及着咱本人寮调兴宫，咱的金狮镇黄百乐黄主委所率领，以及着咱的领队林瑞斌，以及着咱的督丁蔡文龙。非常精彩，4手连打不对，8手连打，4人8手真水真精彩，默契要十足了默契要十足。咱常常有人咧讲休课期间啦，休课期间咱的顶头相处的时间，有当时拢比厝里人较济。有看到无？伊咧做扑克声啦，扑克声无够大声啦。哟，看这骹步手咯。
双手拍死两只牛，双脚搭死4只鱼。哦，这个骹步手轮遐厉害。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人是有青才较大声，伊是真正有厉害才较大声啦。啊，刷来是咱竞赛顶的操练。